南投的民间有一间土地公庙，主位跋杯跋出着徛杯，加上这个跋杯的时间点，拄好是农历的8月15，土地公得道成神的日子，是互当地乡亲拢感觉真神奇。啊，民俗专家是讲，这徛杯是神明有代志要来交办。 拜拜跋杯是真世常的代志，不过民间乡心瓜村甘堤啊福德宫庙方主委伫咧祭拜时出现徛杯，加上即天佫拄好是土地公得道的日子，互大家人拢感觉真神奇。建庙到即摆拢也毋捌，电视是捌看啦，啊，这头一届。甲咱的土地公、土地婆来祈求平安顺时，啊，跋杯当中就。 挖出一个徛杯，庙方嘛紧甲这个徛杯保护起来，庙司嘛无要互信众出入，就惊会去互人迫害。这个杯的造型问题，它重心比较高，它通常会是平躺式的。那如果说要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话，这几率通常蛮低的哦。民俗专家表示，徛杯有90%拢是代表好运，无可能代表神明有重要的代志要交代。无论这个是笑的，也是磕的，啊，这个徛的。 哦，就是另外有重大要甲你指示。地方出现难得的徛杯，唔那信众感觉神奇，嘛请做大家人的话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